每日讀經與主同行，希伯來書第13章。13章係最後一章啦。希伯來書嘅作者向信徒提出咗一啲具體而且係適切當時處境嘅生活教導。希伯來書第13章，你們務要常存弟兄相愛的心，不可忘記用愛心接待客旅，因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覺就接待了天使。你們要紀念被捆綁的人，好像與他們同受捆綁；也要紀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內。婚姻人人都當尊重，床也不可污穢，因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審判。你們全心不可貪愛錢財，要以自己所有的為足，因為主曾說：我總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所以我們可以放膽說：主是幫助我的，我必不懼怕。人能把我怎麼樣呢？從前引導你們傳神之道給你們的人，你們要想念他們，效法他們的信心，留心看他們為人的結局。耶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你們不要被那諸般怪異的教訓勾引了去，因為人心靠恩得堅固才是好的，並不是靠飲食。那在飲食上專心的，從來沒有得着益處。我們有一祭壇，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帳幕中供職的人不可同吃的。原來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帶入聖所作贖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燒在營外，所以耶穌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聖，也就在城門外受苦。這樣，我們也當出到營外，就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們在這裏本沒有常存的城，乃是尋求那將來的城。我們應當靠着耶穌，常常以頌讚為祭獻給神。這就是那承認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記行善和捐輸的事，因為這樣的祭是神所喜悅的。你們要依從那些引導你們的，且要順服，因他為你們的靈魂時刻警醒，好像那將來交賬的人。你們要使他們交的時候有快樂，不致憂愁。若憂愁，就與你們無益了。請你們為我們禱告，因我們自覺良心無虧，願意凡事按正道而行。我更求你們為我禱告，使我快些回到你們那裏去。但願賜平安的神，就是那憑永約之血使群羊嘅大牧人，我主耶穌從死裏復活嘅神，在各樣善事上成全你們，叫你們遵行他的旨意，又藉着耶穌基督在你哋心裏行他所喜悅嘅事。願榮耀歸給他，直到永永遠遠。阿門。弟兄們，我略略寫信給你們，望你們聽我勸勉的話。你們該知道，我們的兄弟提摩太已經釋放了。他若快來，我必同他去見你們。請你們問引導你們的諸位和眾聖徒安。從意大利來的人也問你們安。願恩惠常與你們眾人同在。阿門。經文讀畢。喺最後一章，作者提出咗一啲生活嘅教導，要信徒彼此相愛，接待客旅，紀念為主受苦嘅人，幫助佢哋。喺婚姻方面要聖潔，生活上邊要信靠神，唔好貪愛錢財，要為所有嘅而知足。喺教會生活方面，要紀念嗰啲已經離世嘅傳道人，效法佢哋嘅信心，留心睇佢哋為人嘅結局。要防備怪異嘅教訓，特別係嗰啲主張飲食規條、形式化嘅行為主義。只要一心嘅咧，依靠
嗰個不變嘅主耶穌基督，依靠佢嘅恩典。耶穌為我哋受苦，我哋亦都要有受苦嘅心志，一心追求嗰個常存嘅城，要常常嘅讚美神，樂意幫助人，信服屬靈領袖嘅教導。喺結束嘅時候，作者請求教會為佢禱告，凡事按正道而行，亦都可以咧快啲嘅能夠去到教會信徒嘅當中。嗱，最後嘅祝福，最後嘅咧係啲祝福同埋問安嘅說話。咁從嗰度咧，我哋知道作者原來熟悉提摩太嘅噃，亦都知道佢嘅近況。另外作者咧另外讀者嗰方面咧有可能係喺羅馬嘅猶太信徒。因為咧作者係代意大利來嘅人咧向讀者問安，可見佢哋之間咧係有啲嘅關係嘅。咁所以從希伯來書裏邊咧我哋得到神有好豐富嘅教導。咁我哋讀完咗呢一卷書啦，請我一齊嘅祈禱。神啊，多謝你藉希伯來書，讓我哋更明白你嘅計劃。雖然舊約因人嘅唔信服而失敗，但係你嘅應許唔會落空。你差派耶穌基督作我哋更美嘅中保，成就更美嘅新約，叫我哋因信而得救。我感謝你，奉主名求，阿門。好，今日讀經就到呢一度，我哋下次再見。